感觉讲做农的吼唔好啦，真辛苦啦，面做到面会心酸。工田少日啦，有限啦，还要看天公支持嘛。你都工农出身啦，那出模式技术要来为工田。陪得很惨呐，哇，每天都睡不着啊，然后就想说怎么办？小孩这么小，因为从头都不会啊，可是他就是要叫我一定要赶快学会这些东西，然后就让我觉得，我们做有机为了要做好品质，所以我们都是当天采收，我们当天就加工，周而复始。我们苦瓜大部分的加工都是采收完。然后我们会先做切片，切片完，然后接着干燥，我们会再把它再净化，然后就可能做成粉状的啊，或者说做成茶袋，哦，那利于销售，而且价值也会比较高。我觉得曾班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呐。他家里的人也是很多人反对啊，真的是。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投入。他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客家本色的这种耐性跟韧性。一般讲亲小的加工厂无嘛会做，伊这个长时天非就按贵，毋过真头家其东西搁较少，今日老爱做。你东西要卖给谁？可能就跟着农会啊，然后去市集摆摊，大概一天卖个大概1万块吧，就算成绩算不错了。以农业来说呢，是一个国家的本。我的使命就是希望把我懂的、知道的，把它延续下去。做农要做了19年，来列位是22年。我这段我来列位啊，当年就真欢喜，认为去做我好做的事情。做有机，首先就是要学会坚持啦，没有坚持就几乎是走不下去。但是你一直坚持，就可以慢慢的迎向成功。了点真欢喜啊！帮助了很多农民现在看他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替他蛮开心的。你做辛苦了。那味道都一定赞。坚持萨满就会下岗精神。